總結澳門工商鋪2025年嘅市況同埋2026年嘅一啲預測。咁今日會準備得比較多數據嘅，建議大家先收藏，後邊可以慢慢睇翻。先講工商廈，再講商鋪，最後就講一啲10大矚目成交。先睇下寫字樓，2025年估計係67單，比起去年少咗4成，但係比2023年多咗14%。成交大部分都集中喺皇朝區喎。價格方面就比起去年同期就大跌咗2成。截至第三季嘅數據全年成交嘅均價係3775蚊一尺。比起去年4535就跌咗760蚊一尺嘅。踏入2026年預計寫字樓嘅成交價應該會再跌多2成嘅。全市平均價大概係3000蚊尺到啦。新口岸嗰啲就2500蚊尺，皇朝大概3000蚊尺，南環可能有3000零蚊一尺啦。全市去年租金跌6%，報18.3一尺。新口岸報12.7一尺，跌6.8%。南西環同埋中區就報18.4一尺，跌7.3%。皇朝報20蚊一尺，跌4.4%。預計今年寫字樓嘅最新租金成交價大概係12.3蚊一尺到。新口岸大概10蚊一尺，皇朝大概13蚊尺，南環14蚊尺。即係話同現時嘅全市平均租金仲有大概20-30% 嘅距離嘅，咁所以租金依然係有比較大嘅壓力。總體嘅辦公租戶至第三季係比起去年少咗47個嘅，其中新口岸少咗5個，南西環同埋中區少咗59個，唯獨是係皇朝多咗30個。總結2026年嘅寫字樓市場依然會係下行比較睇淡嘅。但係唯獨是皇朝嘅空置量持續幾季都有所改善，估計係受到 B 區同埋未來新行政中心嘅遷移影響啦，令到皇朝嘅寫字樓係比較受歡迎嘅。而目前皇朝嘅租金同埋價格都係處於中等嘅水平，即係比起新口岸貴少少，但係比起南環亦都比較平一啲嘅。如果未來有機會去買辦公室或者係租寫字樓嘅話建議皇朝會係首選嘅。當然其他區域個條件好優厚就另作別論啦。接下來講下工廈啦嚇，2025年嘅成交比起2024就少咗37%。但係比2023就多翻5%嘅。價錢方面截至第三季度均價2228蚊尺，比起去年嘅2553就跌咗12.8%。租賃市場方面全市係跌咗2.4%，就報7.8。但係租戶係有增加嘅，從814個就增加到824個。各區租金方面青洲係跌28%，黑沙環祐漢跌4.3%，望廈同埋水塘跌0.7%，筷子基跌8.7%，林茂堂跌1.9%。總體嚟講全部工廈寫字樓嘅租金都係下跌嘅。總結工廈市場預計2026年都仲有下行嘅壓力嘅。預計可能要到1800到2000蚊尺先有支持位啦。即係仲有大概20% 左右嘅跌幅左右。估計一啲倉存用途或者以前中意用嚟做一啲共享辦公室啦，嗰一啲嘅倉庫比較缺乏一啲製作用途嘅啦，大概嘅價錢可能會跌到落1300到1800蚊尺左右。而一啲比較受工場歡迎嘅有大型卸貨台個配套各方面比較齊全一啲工廈啦，過往賣4-5千蚊尺，都要跌到落可能2000尾到3000蚊尺先至有承接啦。新簽租賃方面平均價可能會跌到落6蚊一尺左右，亦即係話一啲倉存用途可能係4-5蚊一尺。一啲有啲工場用途嘅可能會去到700蚊一尺左右，均價可能會由7.8跌到落6蚊一尺嘅。最後講下大家最關注嘅商鋪成交，2025年係比2024係少咗4% 成交量嘅啫，但係比起2023年就足足多咗1/3嘅成交啦。整體租金跌咗2.4%，跌得最多係新橋區9.4%，其次係高士德雅廉房6.9%，筷子基跌6.8%。其餘跌幅超過5%仲有荷蘭園、台山、祐漢、黑沙環、新田海區。只係得一個區域係錄得升幅嘅大三巴，大升11.4%嘅。最後講下10大矚目成交啦。大三巴傳統手信店成交價6000XX 萬，氹仔村逸仙大馬路嘅大型超市成交價6000XX 萬，欣王子運動品牌店成交價接近8000萬，賣草地全棟藥房成交價8000XX 萬。豐塘街嘅大型拆售年招標，唔同嘅買家一共成交咗21個單位，接近1億。官也街全棟手信店成交價接近1億。欣王子大馬路藥房加奢侈品成交價大概1.1億。沙梨頭酒店成交價接近1.5億。沙梨頭地皮成交價2億鬆啲。路環酒店大家可能都知啦，成交價接近6億。呢個酒店最近聽講有人俾12億都唔賣嘅嚇，可以講係2025年最佳投資之一啦。租賃10大矚目成交方面板上堂500尺大概28萬。以士靈前地3000尺接近30萬，氹仔官也街1000尺30萬，欣王子大馬路1100尺30宗萬，賣草地1500尺全棟30幾萬，賣草地3000尺全棟接近40萬，板上堂賣草地交價1300尺40餘萬，新口岸大型酒店商鋪6萬幾尺50幾萬，大三巴單邊旺鋪1300幾尺50幾萬。最後一個中區嘅大型酒店招商6個品牌合共租咗5萬幾尺，接近100萬成交。舊年嘅大宗交易可能係過去3年嘅總和，從疫情開始其實5000萬以上嘅成交都唔多㗎啦。
過億嘅成交咧，更加係一年都冇一單半單嘅。咁喺2025年咧，突然間多咗咁多嘅成交咧，亦都係受惠於咧旅客量咧突破4000萬嘅，咁啊令到旅遊區嘅酒店啊、商鋪啊、租賃買賣都係非常旺嘅。咁啊最後咧都唔難預料咧，今年民生區都係會比較弱啲，旅遊區都會比較有上升嘅空間嘅。最後都同大家介紹下澳門找房 APP 啊，大家可以直接下載 APP 或者咧上小程序咧搜尋澳門找房咧都可以用得到噶啦。裏邊嘅盤源好多啦，成交資料好齊啦，咁大家如果要揾圖則咧都相當方便嘅。咁啊而且好多盤咧都直接撳個掣咧就可以睇晒成個 VR360，唔使去現場咧都睇得好清楚。咁啊裏邊仲新增咗一個 AI 自動生成裝修功能嘅，咁啊撳個掣咧就已經可以睇到裝修之後嘅效果啱唔啱你啦。咁啊十分方便實用嘅。今日呢條片到呢度，如果大家有咩睇法或者想知道啲乜嘢咧，歡迎留言同我討論。多謝。